你有冇試過好想達成一個目標，但點解好似永遠都行唔到？可能你覺得自己已經好努力，但現實一直冇變化，甚至覺得好迷茫、好氣餒。其實問題唔係你做得唔夠，而係你內心深處究竟允唔允許自己擁有呢樣嘢？你覺得自己值得嗎？當你想要更高收入、更好嘅關係、更理想嘅生活，但如果你內心有個聲音話，我唔值得擁有呢啲幸福，呢啲唔係我可以擁有嘅，咁無論你幾努力，宇宙都唔會違背你內心嘅信念。內在設定好似一條隱形嘅規則，當你相信我唔夠好，呢啲太遙遠，你嘅行動、選擇甚至潛意識都會配合呢個信念，結果就係不斷遇到阻力，或者無論點努力都得唔到你想要嘅結果。改變內在設定，讓願望流向你。如果你想改變現狀，首先要改變內心對自己嘅看法，開始對自己講，我值得，我配得，我準備好接受更多美好。呢種內在肯定會改變你嘅能量場，讓機會、資源、人際關係慢慢流向你。練習接納，每當你發現自己有我唔值得嘅想法，提醒自己，呢啲只係舊有嘅限制性信念，唔代表事實。打開接收模式，想象你已經擁有你想要嘅生活，感受成功、幸福嘅感覺，讓自己習慣接受美好，而唔係抗拒。停止自我設限，當機會嚟到時，不要再話我未準備好，而係話我準備好咗。因為當你允許，願望自然會流向你。結語：信念決定你能擁有咩？你人生入面可以擁有幾多，唔係睇你努力幾多，而係你內心允許幾多。如果你願意重新設定自己，相信自己值得擁有最好嘅一切，你會發現世界都會開始回應你。所以今日開始對自己講，我值得，我配得，我準備好了，讓宇宙為你打開無限可能。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